央視發聲，全紅嬋再度摘眼，陳若琳透背後內幕，傳媒回應讓人淚目。近日，中國跳水隊正在國外參加世界盃的比賽，其中全紅嬋大家也是寄予很高的期望。在今天加拿大站比賽決賽當日，全紅嬋獲得了亞軍。賽後央視也進行了報道，教練陳若琳、全紅嬋本人都回應了此事，讓我們大家了解到更多背後不知道的事情。他們都說了些什麼呢？全紅嬋最近比賽的成績引發了不少喜歡跳水的觀眾關注。在今天世界盃的女子單人10米台決賽裏，全紅嬋又一次的拿到了亞軍，為中國隊添了一枚獎牌。就在幾天前的墨西哥站比賽，也是差不多的情況。一開始前3跳都發揮得穩穩當當的，可到了關鍵的207C這個動作就出了點偏差，獲得亞軍。全紅嬋領獎中，要知道在東京和巴黎奧運會那時候，全紅嬋在這個項目上是冠軍。從比賽現場的畫面能看出，全紅嬋在加拿大站領獎的時候，比在墨西哥站要鎮定一些。她先是很認真地把銀牌掛在脖子上，還對着看台上的觀眾比了個剪刀手。全紅嬋比剪刀手兩個，那些特別細心的觀眾還是發現鏡頭轉開後，她不自覺地摸了摸胸前的銀牌。這個小動作讓人看着還是有點百感交集的，但關注全紅嬋的大家估計也有所了解。從最近的採訪中得知，她目前處於生長發育期。那麼究竟都要應對哪些挑戰呢？全紅嬋現在正經歷着每個女跳水運動員都躲不開的成長煩惱。從2021年東京奧運會到2025年，她長高了不少，從1.43米長到了1.53米，體重也從38公斤增加到了46公斤。朝新聞客戶端2025年4月13日新聞報道的全紅嬋內容，這些數字上的變化，要是放在平常人身上，可能沒啥大不了的，但對於跳水運動員來說，還是個問題，因為跳水特別需要精準控制身體。全紅嬋與小時候的對比圖，國際泳聯研究發現，在跳水的時候，運動員體重每增加1公斤，在空中翻轉的速度就會慢0.1秒，身高每長高1厘米，入水的角度偏差可能就會超過2度。別看這些變化好像不大，可到了比賽裏，影響就大了。其實不光全紅嬋這樣，差不多所有女跳水運動員到了青春期，都會碰上類似的問題。全紅嬋比賽跳水中，身體發育會讓身體重心改變，肌肉力量分布有和以前不一樣了，這就需要重新調整跳水的技術動作。有的運動員會多做力量訓練，讓自己更有力氣，故應對體重增加帶來的翻轉速度變慢。有的運動員會稍微調整起跳角度，來彌補身高增加造成的影響。起跳翻轉，現在看來，全紅嬋和他的教練團隊已經察覺到這些問題了，因為要想在身體發育之後，還能保持頂尖水平，這段適應身體變化的過程是必須要經歷的。外界的關注與議論聲，跳水隊或許也看見了，就全紅嬋的情況，他的教練陳若琳也公開進行了回應，讓大家對傳媒背後的不義也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原文刊載於光明網2025年4月13日關於衝上熱搜。陳若琳回應全紅嬋生長發育期，如今是教練的陳若琳，曾經也是獲得無數榮譽的跳水冠軍。對於全紅嬋的情況，他也是清楚的。陳若琳在接受採訪的時候，好幾次都說全紅嬋特別有天賦，腦子也聰明，現在成績有點不穩定，但這是每個優秀運動員成長過程中都要經歷的。陳若琳教練的回應，教練團隊已經制定了相關計劃，來幫助全紅嬋度過這個特殊時期，包括調整跳水技術的小細節，增強力量，還有加強心理方面的建設。在訓練計劃裏，最重要的就是專門針對207C這個動作進行強化訓練。全紅嬋訓練中，教練們把這個很難的動作拆分成了好多小部分，從起跳時身體的角度、
到在空中翻騰的姿勢，再到最後入水的動作，每一個小細節都讓全紅嬋反覆練上百次。另外在比賽的時候，我們經常能看到全紅嬋的手腕和後背貼上那種像膠布一樣的東西，這可不是為了好看，而是很有用的保護措施。全紅嬋手腕前膠布，她現在身體長得快，關節承受的壓力特別大，這些專業的運動貼布能給關節提供支撐，防止她在訓練和比賽的時候受傷。教練團隊還專門給她增加了核心力量訓練，這樣能幫她重新找到肌肉力量和體重之間的平衡。另外在比賽結束之後，央視也就全紅嬋的情況進行了發聲。那麼究竟說了些什麼呢？全紅嬋訓練中，在比賽結束後，央視進行了報道，表示全紅嬋的發揮是比較正常的，或發布了全紅嬋接受採訪的相關視頻。在採訪中，全紅嬋說起自己體重增加的事回，也是非常坦蕩，她沒有藏着掖着，直接就承認體重確實是有些變化，得花點時間慢慢適應。適應好了就能進入平穩期了。更讓人想不到的是，他還覺得這次比賽發揮得超出預期，比訓練的時候還好。在體育圈這種競爭特別激烈的地方，能有他這種知足常樂的心態，真的太少見了。網友評論鼓勵全紅嬋，全紅嬋這種面對困難積極向上的樣子，真的讓人挺心痛他的，同時又讓人打心底裏佩服。這個才18歲的小姑娘，用實際行動展現出了真正的體育精神。最讓人覺得有意思的是全紅嬋在賽場內外完全不一樣的表現。全紅嬋領獎的時候，她會很認真地把銀牌整理好，或對着觀眾席揮手打招呼。面對媒體採訪，她有點害羞，就簡單說了句你好。可一回隊友身邊，馬上又變回那個愛做鬼臉、特別活潑的小姑娘了。她既能在比賽時保持專業，又能在生活裏保留那份童真，還是挺寶貴的。原文刊載於潮新聞客戶端2025年4月13日。關於跳水世界盃加拿大站，陳芋汐再度加冕雙冠王。全紅嬋面臨成長的代價，全紅嬋在困難面前還能保持樂觀，這種態度可比金牌本身更值得大家為他叫好，也希望大家能夠給予全妹多一點的寬容，他一定會越來越好的。他相信等過了這段調整的時間，我們肯定能看到一個更厲害的全紅嬋。全紅嬋能遇到何教練這樣的伯樂，無疑是他人生的幸運。在體育界，像何教練這樣用心栽培小運動員的教練並不少見。據統計，很多優秀運動員在成長初期都得益於教練的悉心教導和關懷。何教練對全紅嬋的愛體現在日常的點點滴滴中，讓小小的他在訓練中感受到溫暖和支持。小時候的全紅嬋可愛純真，充滿了對跳水的好奇和熱愛。有研究表明，而同時期對一項運動的興趣往往能為未來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。全紅嬋在何教練的引導下，這份興趣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培養，讓他在跳水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。照片裏的全紅嬋意氣風發，他那時雖然年紀小，但眼神中透露出的堅定和自信已經初現端倪。在眾多跳水苗子中，他的天賦逐漸展現出來。相關數據顯示，早期展現出運動天賦的孩子，後期在專業訓練下更容易取得優異成績。全紅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隨着全紅嬋的成長，他在跳水賽場上不斷創造佳績。他的成功不僅是個人努力的結果，也離不開何教練的辛勤付出。如今他已成為眾人矚目的體育明星，而這張照片也見證了他夢想開始的地方。